来讲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台湾队今仔下晡是坐飞机去到日本竞技，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会甲日本来拍例行赛，煞落再去到东京进行4场预赛。也像飞机进前，队长陈吉宪表示讲这抓是真艰难，会尽全力来拼好成绩。也桃园机场是准备水门咧，甲咱台湾队的选手応援。 行西装的台湾选手一入场，场边随传来欢呼声。特别去日本参加经典赛选手，中昼11点出现伫桃园机场第2航站大厅。下晝下晝2點10分的包機直飛競技，所來伫3月初2到初3進行熱身賽，初3暗去東京，所落來初5到後禮拜6有4場的比賽。那晉級分組前2名直飛美國邁阿密。 隊長陳吉憲坦白講，這是艱難的旅行，也毋過無希望後個月初10佇台灣見面。這是一趟很艱難的旅行，然後我們背負着台灣國人的期待，希望我們能夠身負重任，然後在這次的賽會能夠全力以赴，然後拿下最好的成績。那就像會長講的，希望10號的時候我們不會在台灣見。 四組預賽會佇東京巨蛋舉行，台灣選手頭一戰會佇初5早起11點對上澳洲隊，初6暗是迎戰地主日本，擱佇初7、初8甲坐騎參韓國高手。名列分組前2名的球隊才會當晉級美國決賽。即擺經過1個月嘅集訓，台灣選手準備好啊！我們都知道強敵環視的。 前面困難重重，球是圓的，勝負不知道。但是帶着球迷、國人的祝福，我相信每一個選手都準備好了。運動部長李勇佇球員入關進前，甲大家以握手加油。伊表示會飛去日本替台灣隊支持。佇登機門的頭前，也有袂少球迷等候大聲喊加油。二隊球員去到競技，會甲女美球員會合。另外，即擺敢會當順利佇競技比完熱身賽，也閣有天氣的不確定因素。道奇公司是佇班機出發時準備水門禮來送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